睇翻咧成個市場嘅氣氛咧，好似真係好轉過嚟啦。咁大部分嘅商品咧升勢相當之凌厲，咁個油價咧，琴晚咧係最高見過88.3呢個位置，而一個布蘭特期油咧，亦都係重上100蚊呢個位置。最主要咧就係受到伊朗嗰方面咧係對西方國家嘅一個制裁咧係作出一啲回應啦，同埋威脅咧係會作出一個軍事演習咧，威脅到呢個哈馬斯海峽嗰方面嗰個輸油嗰個供應嘅。咁所以油價咧喺呢個消息嘅刺激之下咧，上到去88蚊嘅高位。不過咧要留意住啦，89.2咧係一個非常之大嘅阻力嚟嘅。咁所以咧，投資者咧喺而家呢個價位咧唔適宜因為呢個消息咧再次高追個油噶啦，反而咧要睇翻定啲，大概落翻85蚊度咧，先至可以再作部署嘅。咁至於咧呢3-4蚊嘅幅度去唔去做翻個短炒，做翻個沽貨咧，咁視乎個客人嘅風險承受能力啦。咁另一個做法咧，亦都可以咧升穿翻90蚊嘅重要嘅大位之後咧，先至再次咧係買入嘅。所以暫時嚟講咧，唔適宜咧係去買入個油嘅。咁至於咧黃金嘅方面咧，亦都係重上翻16蚊嘅水平啦，咁上翻去1618、1619啲水平。咁另外啦白銀嗰方面咧。升勢反而係冇咁凌厲，咁26.4啲位置咧，去到而家咧，只不過升咗大概係去到28.5嘅啫。咁另外咧，白金嗰方面亦都係相當之犀利啦，短咧講緊3日嘅時間咧，係上翻100蚊咁多，由1389咧去翻1490蚊嘅位置㗎啦，而家已經去到。咁所以咧，好明顯見到咧，如果大家對貴金屬市場係即係仲有即係睇好嘅話咧，可以睇翻好個白銀啦。咁建議翻啦。可以分段做翻個吸納啦，咁而家就千祈唔好同個價位買入。不過咧，我講個價位嘅吸引力係相當之大。咁而家咧，就算而家買入咧，上望翻去33咧，都有差唔多20% 嘅升幅。咁唔好再講之前嘅高位49.9咁遠先啦。咁至於咧，穀物類嗰方面亦都係相當之厲害啦。咁個玉米咧。就升咗由之前555美仙咧，升到上而家已經係680美仙啦。即係再重申一次，就商品嗰方面咧，反而係即係跑贏個大市㗎。對於其他嘅資產價格，咁所以咧個玉米方面亦都係一樣啦，唔適宜再高追啦喺呢個位置。OK，咁最主要咧受到天氣嗰方面咧，美國個間種嗰個進度咧係受到影響啦。咁見到咧好多玉米咧都係即係個成長進度咧都係相當之慢嘅。咁所以咧個穀物類方面咧，而家啲價位真係不適宜高追啦。咁靜候翻啦，玉米去翻640美仙度咧，9月份嘅期貨先做翻個吸納嘅。除此之外啦，個銅價亦都係7300位置附近見咗底啦。眨眼咧上翻7700水平啦。咁提翻個黃金回吐咧，最後一個黃金回吐位置係去翻8000水平嘅，咁亦都係一個重要大嘅心理關口啦。至於外匯嗰方面咧，琴日咧澳洲就做咗個議息啦，暫時維持息口不變嘅。咁對於嚟緊個前景嗰方面咧，亦都冇一啲太大嘅預期㗎。亦都冇咧係就住嗰個嚟緊個息口變化啦，或者咧就係嗰個經濟前景嗰方面有啲太明朗，咁所以咧澳洲市咧變動不大嘅。咁至於聽日嗰方面咧比較重要啲咧就係歐洲同埋英國議息啦。而家市場咧炒作緊歐洲咧有機會減息，由1厘咧去到0.75厘㗎，係啦。呢個消息究竟能唔能夠令到歐羅咧再上一層咧？見到1.2630呢個位置嘅阻力相當之大嘅。留意翻啦，投資者可以咧選擇翻咧跌穿1.26呢個位置做翻個沽貨。始終咧歐債危機大家都知道咧係未完㗎，只不過咧係俾一啲其他嘅好消息咧掩蓋咗。咁所以咧大家千祈唔好以為歐債危機已經完結啦。歐羅咧都係宜高沽不宜揸嘅。至於英鎊嗰方面啦，亦都係受制住啦，連續好多次㗎啦，已經過去呢10日時間1.5730呢個位置。大家咧即係要相當之審慎啦。英鎊嗰方面，因為咧好尷尬，英鎊而家上面咧有機會上翻1.6，咁下邊落翻1.54，咁即係話咧上下都係各300點，所以咧喺個選擇嗰方面咧唔會選擇英鎊啦，除非咧個係屬於一個比較短線嘅投資者，可以選擇翻1.57啲位置做翻個沽貨，睇翻1.5640㗎。呢排個外匯咧窄幅到不得了嘅，咁所以大家咧要即係睇清楚邊一隻去做翻。至於澳洲頭先講過啦，都係宜沽啦，不宜揸。另外咧最後提翻個英紙啦，最新嘅變化就話咧個政局嗰方面啦，之前咧呢個小澤一郎咧率領咗47個即係係
離開個黨啦，咁啊自組一個新黨嘅。咁對於而家現任嘅政府咧嚟講，都係相當之大嘅一個壓力啦。咁啊唔知會發生咩事嘅之後，咁所以咧英子咧都係宜沽不宜揸㗎啦。咁啊大家留意翻咧79.4呢個位置做翻個部署嘅。咁啊即係嗰個下降通道咧已經係直指翻81個半，甚至更加低嚇。講緊之前咧84嘅位置，咁大家咧要俾少少耐性啦。如果做 yen 嘅話，咁啊相信咧中長線嚟講咧都會去到呢啲位置嘅嚇，喺經濟同埋政事嗰方面可以去到做到呢個位置嘅。咁啊，今日時間係咁多，多謝晒大家。